雕像馆里一只过于逼真的断手，引起了小男孩的密切关注。而兰登只看了一眼，就认出这只手是他老丈人彼得所罗门的，因为手的拇指和食指纹着王冠和六芒星，其他3根手指也分别是钥匙、灯笼、太阳。美国的出警速度很快，5分钟的路程没用半小时就到了。可明明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，却会惊动中情局的金姐。但眼下兰登也管不了这么多，毕竟举办婚礼时还需要老丈人的出席呢。于是将知道的一切描述给了金姐。兰登是一名大学古文系的客座教授，就在今天，所罗门给他打来电话，约在这里见面。而断手独特的手势，其实是绑匪在模仿神秘之手，那是远古时共济会的信仰特征。话音刚落，绑匪用所罗门的电话打给了兰登。绑匪威胁他，要想保住所罗门的性命，就要找到一个远古的传送门，传说开启传送门便可获得征服宇宙的力量。然后还大方地告诉兰登寻找传送门的重要线索。根据最后这8个字，兰登拿起固定断手的木台，果真底部写着一串字符。可兰登和金姐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所表达的含义。金姐要求请中情局的技术团队研究一下，但兰登却提议先发个朋友圈，让古文界的专家们破译最好。对面一脸懵逼的大山终于说话了：两位大仙，你们觉得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？东西被你们拿反了。根据上面的数字来到所罗门的秘密实验室，平日里从来没有人来过，就连开门的锁孔都极其的特殊。可兰登发现走廊上的烛台和这扇门附近的明显不一样，金合欢枝条被共济会当作永生的象征，果然它就是开门的钥匙。但恶魔也悄悄向他们逼近，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烛台正发生着细小的变化。房间的内部更像是共济会的反思室，用来反思自己的死亡。兰登擦去粉末，看到了利维坦的十字架，上面的双重十字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和真理，与无限符号合并在一起后，象征着无限宇宙。可最让兰登惊讶的是，墙上古老的拉丁文咒语，好像是所罗门特意写下的，就为引起有心人的注意。可就在这时，走廊的两侧突然开始收缩，原来他们进来后忘记把金合欢枝条放回原处，所以现在要尽快找到线索离开这里。 Dissolution, represented by the dissolving of calcifications. These letters are calcifications. 见兰登不停地给墙壁浇水，金姐也马上加入其中。很快石板上就被挠出2个凹槽。为拖延时间，大山把桌子拿到走廊先顶一会，而里面的2人也顺利取下了石板，里面是一个缩小版的金字塔。拿到想要的东西，大家都火速向外跑，唯独兰登迟迟不肯离开，因为他小时候掉进过枯井，从那以后就患上了严重的幽闭恐惧症。可面对生死离别，他别无选择。